想自己整一個好似 Notion 咁嘅 Markdown 編輯器，邊打字邊預覽。呢個專案嘅核心係左右分欄，左邊打字，右邊即時見到結果。寫 prompt 嗰陣要講明，左邊純文字編輯，右邊即時預覽。外觀方面，我哋可以設定深色主題同埋等寬字體，夠晒專業。技術重點係用 JavaScript 將 Markdown 語法轉換成 HTML。AI 好大機會會幫你用 Mark.js 呢個套件去處理轉換。透過呢一個專案，你會學識即時渲染同埋文字處理嘅概念。搞掂之後，以後寫 prompt 都可以用自己整嘅編輯器啦。